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11月20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对1997年开始，左大馆基金会为着要鼓励全国上届弱势的癌症学童所设立的抗癌愿望助学金，目前已经帮助12000多名学生实现梦想。其中，伫咧台南的部分，今年嘛有9位得奖。上午市长李梦燕也亲自颁奖，甲市民做伙见证因坚强抗癌、热爱生命的故事。就读英林高中3年，王家凤对社会就开始以人生抗癌的路，不过现场又愿意提起的演奏，展现伊无放弃的精神。另外，患着血癌的黄思源2档月来，将病医已经当作厝共款，但因讲嘛成为伊真好的陪伴。这摆所抗癌的导师总共有9位，得到左大馆文教基金会抗癌圆梦助学金，上意义接受市长李梦燕表扬鼓励。不过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最需要全家最困难的时刻，啊，那么其实真的是需要夫妇一起同行。那我今天看到在座妈妈们，很多都是眼眶泛着泪水哈，那么真的很感谢你们的这个坚强跟对小朋友无微不至的照顾。我想，基金会其实不只是经费上给大家支持，最重要是建立这个平台，建立大家互相可以分担，互相可以分享，好，那么可以来在彷徨无助的时候，可以基金会这边还有很多前辈，可以把这样的经验跟大家做分享。我想这个同时基金会嘛邀请第10届全球热爱生命奖的得主邱伯安共同勉励鼓励家长甲师生凡事相信，凡事毋忘。他们是承担这个癌症的病苦。让9998位同学快快乐乐的上学，所以我借这个机会跟我们的癌症的癌童的父母表达我最高的敬意。你们都不寂寞不孤单，有很多人在陪伴着你们。在所有获奖者当中，年纪上小是国小6年级的林婉仪，因抗癌的历程嘛，成为生命教育真好的代言人。谢谢爸爸妈妈陪我度过。跟妈妈这段时间来，这1年来，她都在医院，在成大医院陪伴的妈妈，非常的辛苦。尤其妈妈在今年的3月、4月的时候，也发现了自己得到了乳癌。所以变成是他本身是一个癌症的患者，也是家属，所以我相信婉仪她更应该要珍惜妈妈她为她的付出。这一路过来，瑞乾很辛苦，对他，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他说他要好好努力的活着，对，他说他很热爱生命。咱讲活来就是胜利，就是追求梦想的第一步，嘛希望社会正面的力量会当继续来关心陪伴。但新闻顾问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为着要行销台南市公车的利便甲公车捷运化的成效，市府交通局举办过微电影创作转运站摄影的比赛以后，今年以着60秒的广告底片作为诉求对外竞选。经过历程的专业评审作业以后，上午正式颁奖，总奖金达到25万。在所有48支参赛作品当中，所有入选团队拢组织伫市府，希望透过因对大潭市公车的观察，甲城市的故事，用影像来记录公车的方便甲温暖的形象。嘛，因为今年市府交通局佮加码总奖金高达25万。竞争更加激烈，主要由何小琪2人团队以我的 bus 得到评审一致的肯定，拿下冠军6万块的奖金。
推出公车捷运化以来呢，我们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的一些行销活动从我们的文青创作啦、广告，或者是我们的微电影那我们这一次呢特别呢希望有一个60秒的广告呢来推展我们整个公车那这一次的整个报名呢都很踊跃有几十件的作品呢，那我们选出了这20件呢入围的作品那最后呢选出冠亚军冠亚季军这3项，那冠军大家可以从影片可以看到呢可以充分展现我们整个大台南公车一个特色它从乡下文教那个宗教或者文化都可以涵盖到我们整个大台南地区的一个各个角落各个地区那也让大家呢可以感受到说搭公车旅行是一种很享受的一个旅行方式不一定要自己开车去跟人家人挤人公车呢可以很悠闲的过日子那这一部分呢是我们呢希望能够陆续来推展，也欢迎大家呢来搭我们的大台南公车呢到台南市的每一个角落呢去接触到我们台南，看到我们台南的美。假是市民咧坐公车，或者是伫转运站的过程，一定发现过侪故事。所以公局期待透过60秒以来宣传，会当真紧掠到观众的注意力，来提高公车的使用，嘛互大潭市公车的利便甲带来的水会当行销出去。所以局长也表示，这款影像的记录甲创作比赛，每一档拢会持续办落去。欢迎对着影像创作有兴趣的朋友，每年都来报名比赛，摕大奖。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会干务委员会上午邀集干务局做伙会勘金华路一段484巷99弄，希望会当赶紧泡通，方便居民出入。议会也将会争取明年度的预算编列，预计伫咧108年进行开辟。南市有真侪条卑鄙的计划道路，长久以来拢无被市府开辟。对此，议会公务委员会上午邀集公务局来到金华路一段484巷99弄进行会勘，希望这条道路会当赶紧开通，好居民互相来往，或者是出入更加方便，提升交通机能。台南县市这8米的道路无征收的非常多啦，毋过要看所在。因为这个所在是一个社区型，这也征收了这个所在住区就袂拍角啦。何况这有一个公园这安尼一个小线也足好啊。因为这人口大足济这个也拍通了这个社区就袂拍角。所以这阮干务委员甲南区6个议员拢同意来征收啦。这征收款无偌济钱这为了地方的发展，这爱人征收啦这条长度140米、跨度8米的道路，有股土地征收费是5800万，工程费400万，总经费需要6200万。议会将会争取明年度预算编列，并预计伫108年进行开辟。但是，嘉山林根采访报道。英空国际青商会甲来自韩国、马来西亚的姊妹会，总共30名人员。中昼来到台南市议会进行拜会，副议长郭信良除了亲自接待，也特别办桌来招待这群贵宾，希望因会当对台南留下深刻的印象。英空青商会伫韩国甲马来西亚的姊妹会，伫11月17号到20号来到台南进行参访。这次主要的目的是要参加英空青商会的会长交接典礼，并且由英空国际青商会特别安排到生物科技公司以及大江国家公园视察历史隧道、甲罗里门天后宫等台南的景点。伫参访最后一天，因特别来到台南市议会进行拜会。副议长郭信良也代表议会来前接待，希望因会当好好感受台南的特色甲文化。台湾这个地方不止台南美丽，台湾更棒。台湾是世界各国现在目前有3个优势：第一，那个风景的优势非常的美，非常的美；第二，交通的便利性，整个环岛的交通便利，城与乡与乡市与市的间距的距离，交通的网络是世界各国排名在前面的。而且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就是生活的方便性。生活方便性，台湾呢每个地方呢差不多有24小时的便利商店，
你到三更半夜要买个东西都非常的方便，治安性是世界排名的，所以台湾是一个好山好水、适合观光以及人民居住的好地方。因控国际青商会会长吴景元代表感谢会长安排重大宴会，也让大家有机会会当来到议会进行交流。而来自韩国到马来西亚的青商会也非常感谢这次的安排，让因留下难忘的回忆。最后双方互相交换礼物，希望继续保持良好的友谊关系。但是，加上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18号伫咧桂林林寿宫举办溪南后晚会，现场超过2000位的民众前往参与，将林寿宫的庙埕连带道路拢坐甲满。前副总统吕秀莲也亲自前来替黄伟哲赞声，并伫咧现场讲出应该爱支持黄伟哲的3大理由。伫咧桂林林寿宫举办着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的溪南后晚会，场面盛大，现场满拢是人了。当时一些民进党的议员拢前来表达支持，甚至连前副总统吕秀莲也亲自前来向民众做3大推荐，来说明为什么黄伟哲是上届适合担任后一届台南市长的人选。黄伟哲做一个候选人，我要正式甲大家讲，黄伟哲333，大家捌听过这个名？黄伟哲对3个世界名校毕业，台湾大学也是世界名校，美国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因为我是用学弟的身份来，所以他是毕业自3大名校，所以会给你3名校3专长。安尼也无够，伊学历非常的丰富，再来看伊从政经历3公职，所以黄伟哲333，3名校。3专长，3公职，现在要突破进入第4公职是什么？台南市长啊，对吧？黄伟哲也一再感谢侪乡亲以及政坛的前辈支持甲鼓励，并承诺一定会脚踏实地，亲历每一个角落，来为大台南的民众来服务。而且也要非常慎重，甲大家承诺。那最后会当得到这个咱的提名，会当顺利变作民进党的所提名的市长候选人，绝对要坚持清洁清廉的这个选举，绝对要坚持咱的大家要行到咱的县市的咱大台南市的每一个角落来为百姓服务，绝对要追随着咱的过去的前辈，包括咱拄则讲的咱。历任的县长、市长以及咱的赖清德市长、赖清德议长的脚步来为百姓服务。伫咧前副总统吕秀莲甲侪乡亲的鼓励之下，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更加有信心，会当赢到这届民进党内的台南市长初选。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台南市长参选人颜顺泽19号举行新化区、三重区、大内区这3区后援会成立大会，现场千外名支持者全部拢是自动自发参加。颜顺泽也表达感谢甲感动之意，同时伊也本着6年副县长、6年副市长的经历，分别对新化、三重、大内这3区提出伊的规划蓝图。19号举行的台南市长参选人颜顺泽新化区、三重区、大内区3区联合后援会成立大会，现场侪热情的支持者鼓动着旗仔，为台南市长参选人颜顺泽加油打气。颜顺泽也甲伊的牵手做伙到附近的宪灵殿来参拜，祈求会当拍赢民进党内初选这场选战。颜顺泽也到台卡。一对每一位来参与后援会成立大会的民众表达感谢，同时也提出
对这3个区域未来规划。今仔日成立新化、大内、甲山上后援会吼，我想真欢喜，感谢遮侪朋友吼，无半台游览车拢家主动来关心即届市长的这个选举吼。啊，这3个地区呢，拢是属于较偏山顶的这个所在吼，所以未来咱若动算了啦吼，咱就是讲新化的果菜市场一定搁如期甲兴建啦吼。啊，咱山上即摆现主是咱的公所咧兴建，咱嘛继续搁来甲兴建，包括咱市野的便所已经歹去，咱嘛搁来处理啦吼。啊，大内吼，咱纳古塔的活化，甲规个即个纳古塔本身呢，搁来做一寡扩编吼，子孙做一寡扩编，咱就继续搁来做。那么过去咱的即个土地，咱用过真侪心啦，包括咱的即个咱的即天文台，嘛是我做副馆长、副一流新进来完成的啦吼。啊，跟山上的水稻公园嘛是共款，跟山上花园也是共款吼。佮包括咱的这个大目港文化园区，佮包括咱联合大街版的这个所在，包括二寮看日出，拢是对新化这个所在来做起吼。所以我想对过去咱所做的成绩，现主是咱的规划，甲未来呢，咱的这些农产品的问题，要咱去做处理。包括咱这个规个这个交通问题、老人的照顾问题、囡仔照顾问题，咱会一一呢提出咱家己本身的这个政策吼，互咱的所有的这个山乡、大内甲这个新化的民众会当了解讲，咱伫遮过去付出真侪，未来咱要付出更加侪就对啦。台南市长参选人颜顺佐伫咧后援会成立大会上也再次强调，伊家己是上界了解台南市情的人。伊伫咧台南市已经有12档参与市情的经验，伊也承诺会坚守民进党的党团精神，清廉清净，为台南市民找出上界大的好利。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成立4档的黄秀松基友会19号举办会员大会以及会员联谊餐会，现场将近1000名的会友，伫咧黄秀松致辞的时阵，大声喊出支持伊出面选市长。伫咧当下，前台南大学校长黄秀松也正式宣布要投入台南市长国民党内初选，并表示伊4档来拢亲自了解民众的需求，有信心会当互台南变甲更好。19号中昼，伫咧安平举行的黄秀松基友会现场，将近1000名的会员拢做伙同乐，气氛热烈。伫咧餐会开始进前，创办人黄秀松上台致辞，报告因这4档来为基层服务，不断奉献爱心，帮助绿色过程。这个时阵，大派支持者不断喊着选市长的口号，希望杀黄秀松来代表国民党竞选台南市长。本着爱台南的心，黄秀松随后也正式宣布要投入台南市长国民党内初选，希望有机会当代表国民党参选后一届的台南市长。在这边做2点的一个说明。第一点呢，就是说从2014选完之后，其实有非常多的乡亲跟好朋友，还有很多的那个长辈哈，都非常的关心，所以他们一直鼓励我们要持续的深耕基层。那我也是在这段时间里面非常的用心的在各个区一直在关心我们的民众。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1年多来，民进党上台之后，其实很多的人民有非常多的痛苦的一个声音，比如说像一例一休，还有像我们的年金改革，也让非常多的民众觉得这个政府怎么好像不太有诚信。那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台南的房屋税、地价税，都使得我们民众有感的失望，所以很多的乡亲都鼓励我们出来。那可能很多的好朋友都在关心说，我们的那个国民党可能会有2位，甚至可能会有一些人会出来，甚至像无党籍也在争取我们的泛蓝的一个选票。但是呢，我们非常的清楚，民主政治就是走政党政治，所以呢，我们的国民党一定会推出我们自己的人选出来，而国民党没有分裂的本钱，我们一定会大家团结，在我们的吴敦义主席的领导之下，来加以努力，让我们的台南变蓝天。黄秀松表示，顶届参选是伫国民党临时征召之下来上阵，准备不足来选输。这届伊已经准备了4档，要依照着党内初选的机制，准备去战一场。
也表示国民党伫咧台南无分裂的本钱，相信党一定会团结来拍2018的选战。台新闻之后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南市副市长张正元率领团队前往日本东北，除了出席国际自行车论坛。嘛利用机会前往东北大地震当中受到海啸严重侵害的沿海地区，途中更甲日本国土交通大臣石井启一做伙听取了灾后重新规划的重点家导览。由台南市副市长张正元率领的东日本参访团，3号即天安排了沿海地区受东日本地震海啸侵袭严重的城市进行参访交流，并且甲日本国土交通大臣石井启一做伙参访女川车站的河原现况，并且伫咧现场也试食到当地优质的特产，不止互人看到官员的亲民。也互店家有机会来做推销。在日本东北地震海啸侵袭过后，受损严重的女川町，对今年底开始正式营运。目前拥有27个店家进驻伫咧女川车站头前。透过镜头所看到的商店街设计人雕，也当看出当地复兴状况，需要更侪人前来支持。台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国际文创杯美学设计竞赛已经举办到第4届，甲以往参加的选手主要是中南部的学生无共款。今年度的参赛选手有侪拢是来自全国各地，特别是北部的参赛者。也互整个比赛，无论是静态作品呈现，或者是动态伪装、model整体设计，拢增加了未少的国际视野，也互这届比赛变得更加精彩。一个学生专心一致，要将眼前的 model 打扮到上水，所以每一个所有细节拢爱讲究。这届第4届国际文创杯美学设计竞赛，来自全国各大专院校、甲高中级的学生，拢前来组队参加。主办单位台南市慈理时尚美学管理协会理事长王丽婷表示，举办安尼比赛，就是希望让学生有发挥家己专长的平台，会当展现，借由竞争，互因学习别人的优点。针对我们全国大专院校跟高中职，有没有在技术方面、技能部分的一个才艺的推甄哈？所以说我们愿意办这个活动，帮学生有没有在以后未来的职场的就业啊，对他们有帮助。那对他们这个帮助来讲，以后他们在这个竞赛里面呢，能够展现他们自己的实力。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这些全国性的老师，今天有来自很多像台北马街马街护校，还有我们崇仁专科学校。还有台南护校、闽会护校，就是他们在做一些美容保健、芳疗的部分的课程。所以说，我们这次因为芳疗的课程，就是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我们的协会来参加这个竞赛，然后让他们得到他们自己的实力。为着要让这场竞赛会当顺利进行，过程会当讲相当曲折。原本要伫昆山高中举办，煞淡短一礼拜时间转换到双博娱乐中心。这个过程是由林美燕提供了大大的协助。
对于亲自到准备区关心参赛者的互动行为，得当看到伊对这场比赛的全力支持。唯有我想，所有的美容师也好，所有的工作人员也好，他都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能力在这个培养，而且能够合乎我们现代化的消费者需求。所以今天这个活动，让我们再一次跟我们协办单位说声谢谢，因为他们办这活动，才能够让我更多的人在这个美容里面、时尚这里面，他们的再一次的肯定自己。这次参赛者来自全国各地，生活背景、学习经验拢更加多元化，也互这届作品呈现更加有国际设计元素加入内底，互人看到这个产业的新气象。进入了第4届了。那在我们这1、2、3、4届来说，有没有一届比一届多人？那我们这次尤其北部的跟中部来更多人，为什么？因为大家对国际文创杯的肯定。那所以有没有？因为我们在这个文创杯里面所费的精神，在他们的选手的一个培训，还有学校的老师一个联络部分，我们都会积极的。那我们希望把这个文创当地的文化的作品能一直发展下去。无论是伪装，或者是头毛的设计，甚至是行动芳疗、婚礼的小物件，透过比赛，咱拢会当看到一寡新一代设计师的创作力。借由这届国际文创杯比学设计竞赛经验，相信因的未来表现一定会更好。咱的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好天有时侪云，温度21度至28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11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